来看嘉义县大埔乡嘉东村有几落笔的土地，最近拢申请要做太阳能供电场。根据着这嘉义县政府的资料，已经同意备案的就16组。反对供电场的大埔乡民众呢，26早起去到嘉义县的议会，举牌啊、求布条陈情，因反对这供电场就设伫因庄头内面。 嘉义县大埔乡嘉东村的村民，伫议员的陪同之下，向县长来陈情，讲起伫因遐供电场唔哪里主体正近，业者可能无事先沟通，希望县政府会当来撤销业者伫大埔乡嘉东村的供电场。县政府也去勘察多次，但是他们就是陆陆续续施工。就刚才那一些时代，真的是足惊吓啊！佮甲阮呛讲，恁有才调去县政府抗议，啊，阮进无步，退无路。伊讲吼，这是县府答应伊的。 吼，算讲会当做，啊伊讲叫阮若不满的话，叫阮去县政府抗议安尼啦。边仔这就活动中心，这有太阳能板，伊写对过用写伫来，阮的活动中心入来。除了民众的陈情，议员嘛伫议会质询，问讲有啥物会当有16座供电场同意备案。县政府表示，10月有16座来申请，后来是剩10座，业者依法来申请，县政府审查了后，目前敢若4座完全通过，另外6座阁需要申请设备。目前这个居民所抗争的这一些地方是属于这个6厂里面，好，那另外呢，他们也去查到说啊，业者好像后续还要申请，那后续申请的部分，其实我们现在都。就是目前暂时也都没有核准任何的案件这样子。县政府强调，起供电场的条件，若是法律有无周全的所在，会当过来检讨。虽然业者依法来申请，县政府依法来审查，不过供电场嘛无应该影响在地民众的生活，会要求业者向地方来沟通协调，才核准业者刷落来设备的申请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